大乡村啊，还有32天就要投票咯。来看南投县长的选战，哪力两位的女战将拢来检检。民进党的蔡培慧早起专工就北到立法院召开记者会，炮轰对手国民党的柯淑华护航沙石仔场。国讲前县长李兆庆贪污，现任的县长林明君滥用行政资源，讲国民党治理南投17年，都是乌金利益相交叉。啊，互点名的柯淑华来呛讲，对手企图要甲捏乌，要讲李兆庆就等于是柯淑华，讲用这种的乌贼战术，根本就是乌白牵拖。终结黑金，南投神奇。到下边的选举，剩32天就要投票啊！南投县民进党这个候选人蔡培慧今日特别上北到立法院，讲到对手柯淑华的乌金政见。你要护航砂石业者，你没有回应。我要说的事情是，许淑华，你应该把你要做的事跟人民报告，而不是一直回避问题。民进党党团嘛，针对前县长李兆庆贪污，现任的县长林明珍用行政资源伫辅选。批评国民党过去伫南投17年的治理拢是乌金政治。不要发灾难财，李朝清就是吗？发莫拉克的灾难财，阻挡黑金，终结黑金，南投才能改变。他试图的用李朝清县长呢，要来等于是林明珍县长，把李朝清要等于是我许淑华。如果用按照这个逻辑，我们能不能说蔡英文呢，其实就是等同于陈水扁？选战到最后的阶段，立赢批评哪是乌金，哪也讲对手是咧泼垃圾水，和选民是看甲雾煞煞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